哦，走不上这边的路来了。中山必先是农历过年前恭送观音佛祖回火山碧云寺，观指岭火山碧云寺，从早上6点38就出发了，现在已经7点40了。水箱客大概长100公尺远，从中山国小东边那条路一直走到快底了啊，看到德昌街往北边走，德昌街往北边走大概100公尺左右，然后往东走，走到那个田里面的道路了，田里面有一条向北的道路那就要走到山区了啊，大概要经过4、5个村落，大概中午11点的时候才会到达火山碧云寺。山路途中也有很陡的地方今天寒流来到这个旷野这边呢，感受到凉风吹袭啊。